台南市政府推出着航仔鸟棒球故事特展，要帮参加世界棒球经典赛的国家队加油鼓励。台南城市好运动杯航仔鸟，这一摆呼应世界棒球经典赛，挂手套变做投手、捕手、挂野手，摕球棒打球，规个设计真有路，模样嘛真古锥。现在很流行的经典赛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看起来超级可爱，然后也会吸引很多人。文化局推出各种航仔鸟的模型商品，向真侪人来注文收藏。伫咧爱国妇人馆2楼办展览，后面将会当甲航仔鸟同齐翕相。那最主要就是也是透过航仔鸟来呼应我们经典赛，然后替中华队来加油。文化局结合棒球运动和城市 IP 的创意，将球场的比赛精神甲掺伫咧展览场内底，随世界棒球经典赛开始起鼓，互大家有机会来这参观展览，顺续替中华队加油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